咁啊唔該佢咧，咁鎮住咧都同我哋完成咗咁長時間嘅帶領我哋嚇，今次係值得欣賞嘅嚇。我諗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咧去侍奉上帝。同你教育哥講聲好嘛？神今日要向你説話，好嘛？神今日要向你説話，重新又提醒又提醒教俾你聽，今日神向你説話。好，我哋低頭嚟祈禱。謝謝主咧，今日咧，你用你嘅話語引用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每一個人生命都可以改變。多謝主，奉主名求。最近咧，我經常咧都要俾一個嘅説話嚟到深深嘅吸引住，係神能夠改變人嘅，Amen？得唔得啊？所以你話俾你隔離聽，神能夠改變你，話俾佢聽，佢唔信你講到佢信為主，神能夠改變你，好嘛？神能夠改變我哋，Amen？係嘛？所以咧呢個常常，即係我覺得教會，如果翻到教會，如果你唔能夠改變，你翻嚟做乜咧？大家每個禮拜翻我哋唔好長，我哋時間差唔多由理論，我應該要求大家2點半翻嚟啦。從今個禮拜，如果你上 Facebook 見到我望啊嘛，今個禮拜唔一樣噶啦，已經我哋教會。點解冇人講Amen 嘅喺嗰度 ？Amen 得5個啫嘛，嗱而家多喎，你上去嗰度回應下我啦 ，Amen 知唔知啊？因為我話咧，從今個禮拜開始咧，我哋教會唔一樣啦，因為我哋每一個都改變緊，所以你見唔見今日我衣著改變咗？冇留意我嘅你哋嘅，都冇啦，我風格轉咗先嚇，俾掌聲鼓勵下我先得啊！即係今日講改變呢個信息咧，所以第一個咧我就轉變下，今日着咩好咧？又要有啲潮流嘅味道，但係又唔可以太過隨意，得唔得啊？又要斯文，又要有型。唉，諗嚟諗去都好難諗啊！我覺得咁樣着法最表達到我㗎啦。得唔得啊？咁咧，其實我覺得咧，今日翻去教會，因為我哋教會要轉變，我哋人要轉變，所以今日我揀咗一篇信息咧，其實係選擇㗎，生命係需要選擇，同唔同意啊？你每日都選擇緊你生命嘅嘢。好嘛，先多謝主席帶領我哋讀咗好多嘅經文啊！唔該你攞支筆啊，大家每個人攞支筆寫嘢好嘛？我有唔使即係佢哋嘅。如果咧你唔係第一次嚟咧，我哋一年咧講咗好多講呢個約書亞記嘅，唔知大家有冇忘記嚇？咁我同大家溫習一下，好啊？呢個係第6講啦，進入到記唔記得頭嗰5講講咩啊？有冇人記得話俾我聽啊？好快同大家講一講，好嘛？一個異象改變成個民族，記唔記得？一個異象，約書亞領受咗異象話。你可以踏去邊度，嗰度腳掌所踏之地都係屬乎你嘅。就話俾你聽，今日你去到邊度，神都會藉著祝福臨在你嘅生命裏邊。你去到邊度，神都會賜福俾你。Amen？想唔想啊？梗係想啦，係咪先啦？所以第二就話咩咧？一切由信心開始。呢一個嘅異象出現咗之後唔夠啊！我哋要透過信心去回應上帝。信心唔係淨係知道，信心係要透過行動嘅。我成日同人講嘛，我俾簽100萬嘅支票俾你，你唔去銀行點會攞到？得唔得？所以信心係透過你對嗰件事情嘅認知，以至透過行動嘅回應，嗰個就係信心。所以一切由信心開始，有記得嘛？咁啊第3就講咧，知道自己係邊一個。當佢要攻打耶利哥之前咧，喺嗰個晚上記唔記得啊？約書亞就瞓唔着，因為佢知道自己以為自己係成個軍隊嘅元帥，但係誰不知喺嗰個嘅晚上裏邊，佢碰見主，重新校正翻佢方法。你人生唔係屬乎你，你人生唔係話事，只有邊個係話事啊？神係話事，得唔得？你個角色一轉變，你又輕鬆好多喎。大佬你唔使孭住成個人生喎，係咪先啦？如果人越大，好似我哋啲成人咧，又孭住自己仔女，係孭住成頭家，仲孭住幾頭家，因為仲有上高嘅父母，係咪先啦？都係自己小朋友，所以你孭住好多重擔。我哋人生要自己去籌劃，要自己承擔，其實何等嘅重。當你重新校正自己方法，你人生就屬乎上帝，你係輕鬆。讀書嘅人都一樣啦，你人生仲有好多嘢走，係咪啊？你哋要出嚟工作，你哋要結婚，你哋要生仔，幾重啊？係咪先啦？但唔使驚，人生都喺神嘅裏邊，得嘛？咁啊，第4講咩咧？就係神沒有，得唔得？記唔記得啊？我哋話咧，攻打耶利哥城本身就一個咧太過巨大嘅嘢，同今日大衛對付哥利亞一樣，一個巨人係咪先？邊能夠打贏咧？從個形勢嚟講太懸殊啦！耶利哥城牢不可破，一個咧冇法倒塌嘅城邑，一個圍牆。但係誰不知神用咗奇妙嘅方法帶領以色列族，唔使任何一兵一卒就能夠攻陷佢。
所以神係大人嘅事情。我就比喻咧，人生好多困難，大到你一望到嘅時候，死啦死啦，我經驗咧應付唔到，係咪啊？死啦！我啲功課搞唔掂，死啦！我畢業之後咁做咩工作？死啦！我揾到啲咩工作咧？死啦！我揾咩女朋友咧？係咪好巨大先？係咪先啊？死啦！娶到咩老婆咧？仲巨大，係咪先啊？死啦！生咗2件出嚟啊！嗰個發骨龍咁啊點搞咧？啊點樣應付佢咧？死啦！我而家前面嘅路點咧？死啦！我成日都死嘅喎，唔知點解我哋係咪先啊？你香港人成日都講死嘅，包括基督徒。但係從嗰個經文，我重新鼓勵大家，在神沒有難成嘅事情。當我一個信仰嘅人，你驚咩啫？有神幫你帶領人生，有神幫你打仗，有神拖帶你，你唔使驚，你只係聽命嘅一個人。咁你就知道邊個係你人生嘅主宰，得唔得？跟住咧，記唔記得第5講就強調咩啊？上個禮拜講完冇住，係嘛？第5講咩啊？人要自潔。當人自潔同埋警醒，你就能夠咧找住緊神咧喺你一生裏邊，知道神就係你嘅帶領者，以至你先享受咧神無限嘅福樂。去到第6講，今日講嘅生命嘅抉擇，就係約書亞記差唔多去到尾聲。頭先大家讀咗21章、22章、23章、24章，我知道經文長咗啲，不過我都要同大家讀。佢重複講咧，神嘅恩典教育，神係你嘅救主，係咪？神係你嘅神，佢帶你嘅人生，由真係24節就作為一個總結，作為約書亞一個經歷神咁多人一個自白啊。佢至於我同埋我家點樣？佢話聖經講啊，24章嗰度講，至於我同我家，大家讀完聖經都冇讀過咁樣，喂大佬，至於我同埋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。哇！呢個係成個服侍神嘅人，一跟從神一個信耶穌嘅人咧，佢人生一走爛咗一段日子啊，經歷神好多嘢嘅時候，最後一個總結。至於我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。今日從4點同大家嚟到分享。今日快少少，大家寫下嘢嚇就得。第一，神係賜福嘅神。約書亞記21章43至45節寫到佢，翻去自己慢慢詳細睇，人知讀過㗎啦嚇。約書亞記第21章43至45節，神係一位賜福嘅神，你咩？冇人回應我嘅係啊，我一講你應該係啊，神係賜福嘅神，神冇賜福過俾你咩？你咁樣望住我做咩意思啊？你白白淨淨係咪先啦？面色紅潤係咪先啦？神係賜福嘅神啊嘛 ，Amen。所以佢啲經文講話咩啊？神所賜福俾以色列人嘅，屬於他的人，哇正啊！呢個經文你唔好睇咁簡單咁表面啊。佢話神要賜福屬於他的人啊，邊個屬於？咩叫屬於他的人啊？佢子民咯 ，Amen。就即係現代嘅咩意思啊？新約係邊啲係佢屬於佢嘅人啊？新約嘅邊個係屬於神嘅人啊？嚇？冇人答到我，喂，呢度佢教友咪嚟咯，係啊，做基督徒咪屬於神嘅人咯，信耶穌又咪屬於神嘅人咯。神話俾你聽，神要賜福，神一個賜福，神根本簡單嚟講，神根本就會賜福俾你嘅。不過屬於佢嘅人，即係話呢個信耶穌人，神要賜福俾你。然後第二個重點去講，神一句沒有落空。21章45節，神嘅祝福係意思，神嘅祝福，神嘅説話，去答應過你嘅嘢，一句都沒有落空。神講過好多嘢啊！你自己快睇聖經，你唔睇聖經就唔知啦。神話賜福佢信靠佢嘅人，神聖經講啊嘛，將神跟從神嘅説話緊守遵行嘅人，大家讀好多人先，神要賜福佢，得唔得啊？所以神提醒我哋有啲嘅行動，有啲嘅要求，只要你願意跟從佢做嘅時候，神必然要賜福你，因為佢嘅説話係唔會落空，佢講過就成功。然後經文裏邊有多次咧點樣描述佢點樣賜福嗰啲人做咗咩咧？就係四境平安。咩叫四境平安啊？作者再譯就話回到安身之處。咁嗰啲學者點樣解釋呢個安身之處咧？原來就係回到家裏嘅意思。我成日話有冇人去公幹啊？阿彭生有啦，去公幹，因你都有係嘛？開完幾日翻到嚟自己屋企，你感覺到咩？瞓覺嚇？我就知瞓覺，我呢個唔使講。有咩感覺㗎？強烈嘅對比，開完公幹。甚至開完旅行，我成日都話出邊可能好靚啲酒店乜乜，但係一踏入家裏邊，或者一翻到嚟香港，我太太最明顯㗎，佢話空氣都唔同啲嘅，係咪舒服啲啊？覺唔覺啊？有冇試過啊？你哋少啊，年青人少離開屋企啊？你試下離開去公幹啊，特別公幹辛苦啲啦。我哋唔好講旅行先啦，去公幹，你一踏入香港嘅境內，你特別覺得香港嘅空氣雖然污濁，但污濁得嚟咧，
係有香味係咪？好舒服㗎，佢話好有安全感㗎。然後再帶到自己屋企有咩感覺啊？我哋問下呢兩位男士有咩感覺？喂，邊個咪？要飲。好，我哋直擊報導嚇，唔好淨係講。佢哋話幫我聽啊，體會到聖經嘅説話先。試下你啊，你翻到攞屋企咩感覺？係咪冇電啊？技術人員同我搞佢啊，推佢，大聲啲得㗎你啊！係咯，喂，你唔試埋先拎嚟嘅，喂技術員。你 testing 先拎嚟啊嘛，即係你攞把紙巾唔拎埋出嚟，咁你俾人係好麻煩噶嘛，係咪先啦？啊，比喻正確㗎呢個。嚟啊，有咩感覺？大聲啲啦，唔好靠啲咪嚟嘅。翻到屋企即係帶到屋企，就會見到我太太嘅時候，我就覺得有好大嘅愛啦。同埋真係風水開會，即係翻嚟就係自己國家。好正係嘛？即係自己地方。需要推廣啲。好，俾掌聲佢，好俾掌聲佢。總之簡單用一個字，好正，得唔得啊？好啊，彭生，你又講下，你覺得你公幹完翻到屋企咩感覺？好爽啊！佢唔正，好爽啊！好爽，仲有咧？係啊，好甜，好甜蜜，好正。仲有咧？舒服一定嘅。好溫暖啊！好溫暖，得唔得啊？嗱，佢哋呢啲説話咧，根本好能夠表達到聖經講到，點解可以用家嚟到表達啊？佢話咧，原來神嘅賜福咧，或者神嘅樂康、神嘅祝福咧，好似讓你四面嚟到平安，保護你，有一個上帝保護你，並且帶你回到家裏邊，家係代表溫暖、保護同埋好正嘅意思。得唔得？好實在用到家嚟到代表緊咧，原來神賜福咧，讓你得到最大嘅祝福同埋溫暖，所以家根本就係一個咁嘅地方。第二點，神唔單止係賜福嘅神，第二個大點啊 B 部分啦，咁樣講你要清楚啲，係神係忌邪嘅神。約書亞記第22章第5節同埋16節，神係忌邪嘅神。咩叫忌邪神？意思忌邪意思就係不能接受咧喺你同神之間有第三者嘅意思。即係再簡單直接嚟講咧，我成日都咁講啊，佢需要一個毫無保留嘅愛。神需要嘅係每一個基督徒係100% 對神嘅忠心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，只係做50% 嘅基督徒，70% 基督徒唔夠。聖經話神係忌邪，即係嫉妒，即係話意思就係唔中意、唔接受嘅意思，得唔得啊？所以神係唔容許咧有第三者你同神之間。所以神要求我哋要聖潔。聖潔意思就係唔好玷污你自己嘅身體，以致你嘅生命係屬乎上帝。所以神需要嘅係100% 嘅你。今日好多時咧，基督徒都得意嘅，我哋淨係翻工放工，就係自己嘅星期6日咧，或者翻嚟聚會嗰一刻咧，嗰個短啲時間先屬於上帝。咁你就即係將你自己嘅信仰分割。神唔係淨係要你坐喺度嘅時候先屬於佢，佢要你離開呢個地方都係屬於佢，佢要喺工作嘅場所屬於佢，佢要你喺屋企屬於佢，你整個人都屬於上帝。所以第一樣你要話俾自己聽，我要改變，你嘅生命要被神掌管，你要改變。同你教佢講好嘛？你要被神去改變，話俾你個改變都唔係你自己嘅，係你要被神去改變，好嘛？你要被神嘅改變。所以今日好多基督徒咧，明知道啲啱嘅嘢咧，佢話我唔中意咁做啊！你唔可以咁講喎，你已經唔係再係你喎。如果你知道係屬於上帝，你知道神喜悅嘅，你又冇得選擇，你只管跟隨。所以翻嚟聚會唔係你中意唔中意啊？唔係你得閒唔得閒啊？你搞清楚，你一信耶穌嗰刻。你嘅生命最屬乎主，100%屬乎主。你如果話我做唔到，主啊寬恕我點啊？咁你都仲 OK。但好多時我哋連做唔到咧，我哋都覺得自己啱。咁我聽你就會有違上帝喺你生命嘅作為，你就忘記咗神喺你生命，你屬乎耶穌嗰個嘅身份，得唔得啊？所以第一，神係咩嘅神啊？神係賜福嘅神。第二咧，神係忌邪嘅神。神容許有保留嘅愛。神要求你全心全意學習嚟到愛佢，好嘛？第三，神係信實嘅神。講一次，大家講，神係信實嘅神。嚟多次，神係信實嘅神。
咩意思咧？神要求我哋咧，即係信他啲人咧，要有承諾，承諾即係要簽約。舊約大家知啦，新約大家知。點解要立約？神點解要同人立約？知唔知啊？大家都喺生活裏面都立約咗，你買樓要簽約，仲買婚書要簽約，有好多要約嘅。點解神要同人立約？大家話我聽。冇錯，承諾。仲有咧嚇？會咩？會拗撬係咪啊？即係會拗撬嘅時候會點啊？賴帳係咪？你想講呢樣啊？賴帳啊，好難死嘅呢個真係口語化嘅賴帳。仲有咧，點解神要同人立約啊？證據唔該。仲有咧，神點解同人立約啊？仲有一樣你未講到俾我聽，喺我心底呢樣先啱㗎。你講啲，仲有一樣我好想提醒大家，神點解要同人立約啊？嚇！俾個名分佢係嘛？你最關心啊！俾個名分佢，多謝你嚇，女士們好講，俾個名分我哋咁啊！仲有啱嘅，仲有，但係都係講唔到我心底裏邊其中一個我覺得重要嘅，建立關係都啱，但係都未達到你嚇。繼續。神點解同人立約？點解要同人立約？因為人容易忘記㗎嘛。但係人係善忘㗎，神唔會㗎。神講過就係㗎啦，我唔想講過就算啦，大家就嚇神係講過就算啦。哎呀，講過算唔使驚。真係神講過就係㗎啦，所以神佢同你立約，佢知道點解透過立約去提醒你嘅。神一講咗，聖經話乜？一句會有落空，神會按照佢自己嘅承諾嚟到祝福你嘅生命。不過人係善忘，同意嗎？所以你要透過立約確定你所對上帝嘅承諾。所以聖經好多時候都要求嗰啲百姓啊，去同神立約啊。嗱，你要謹慎遵行神嘅説話，神就會祝福你。呢啲係立約嘅句語嚟㗎，以至提醒緊當時以色列民啊，原來神係愛我哋，神係信實嘅，神係聖潔嘅，神係忌邪嘅。立約係確立緊你同神之間嘅關係，就係先你講啱嘅。但係人容易遺忘啊，人要忘記生活，令人係嘛？我哋做基督徒都係啦啊，風風雨雨生活好多垃雜嘢，令我哋遺忘。但係而家我哋好似失去咗，覺得上帝係愛我哋㗎。有冇試過啊？有㗎。你越耐就知啊！你而家冇可能信主年日短，但係你年日長啲嘅時候，根本你唔係可能，或者你根本都唔理上帝，佢遺忘你都唔理佢㗎啦，橫掂都係。係咪稍微你對上帝有要求嘅時候，你有時覺得生活裏邊好多嘢衝擊嘅時候，你會懷疑緊神係咪愛你？但係曾經你同神立過嘢，你簽過名。我哋梗係唔係用紙筆嗰啲簽名，我哋祈禱啊！主，我相信你，我係屬於你。所以點解嗰啲聖經要啲人舉手，要鼓勵啲人啊，口裏誠意，心裏相信，跟住啲人要喺眾人面前舉手啊！舉手就一個立約嘅行動。我曾經喺何時何日係嘛？我舉過手信耶穌係嘛？你曾幾何時喺輝哥面前立志回轉上帝？假啦！你咁樣其實咁樣就接納你，一生神嘅祝福你，但係人會遺忘。得未啊？所以立約係提醒我神係信實㗎。我哋講個嘢，神講嘅一定會賜福我。第二，要還願嘅，得唔得啊？神係信實，但係神要求佢嘅百姓要還願啊！嗱呢個咧香港人華人最明顯㗎啦，其他宗教都有㗎係嘛？以前咧我媽咪咧未信主嘅時候咧就拜黃大仙㗎，每逢嗰啲咩初幾嗰啲又要做下啲行動啦嚇，每年即係一年起碼做一次就係帶隻雞啊，帶啲咩嘢咧去還神㗎嘛。咁你一嚟教會又唔使抬隻雞嚟嘅，你唔使啊，你唔使抬啲燒肉嚟都係今日食埋㗎啦，得唔得啊？你可以整啲乳豬嚟，我最中意食㗎啦，你嚟啊嚇，唔使㗎啦，我哋神唔使用呢啲嘅。但係咧神要還願啊，神要唔係乳豬啊，要咩啊？你知唔知神要乜嘢啊？神唔係要你雞，唔係乳豬，你拎嚟唔緊要，輝哥要。係啊，但係神要我哋咩啊？大家答我啊！耀光，我哋嘅教會嘅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識答。神要嘅係咩啊？神要嘅係咩啊？神要嘅咩啊？都未答到我咧。冇錯，我聽到後邊神要嘅係你。同你隔離講好嘛？神要嘅係你。要你整個人。嗱，好多傳統教會咧就話神要嘅你嘅心，我聽到人先。其實我冇否認，
但係其實講心咧，聖經講個心咧，你聖經用詞講個心就係想 whole body 整個人嘅意思啊。今日咧好多基督徒聽咗阿神要個心就係你有心就得啦，我叫你翻屋企啦，我話係咪啊？所以成日都講啊，成日拉貓喎啲基督徒，你洗禮，我成日都話嗱，就嚟有人洗禮啊！呢啲年青人唔知點解啊，成日就手頭啲，我哋嗰年代一洗禮咧，好多禮物㗎嘛，成晚就一拆禮物。而家啲年青人衰到咧，我點解你哋人啊？你個組員洗禮，點解你哋唔使冇乜行動表示咁咧？我哋講個心，心諗你真係有似你。我話好啊，你攞個心嚟啊！你挖你個心出嚟啊！你講個心啊嘛，你挖唔到個心，你攞禮物出嚟。係咪先啦？一講個心啊，嗱呢啲賴貓就講得講。聖經講個心啊，你睇聖經好有意思嘅，你唔識聖經就冇辦法。聖經原文意思一講心，就係講緊你成個生命，去等同嘅句語嚟嘅。所以心啊，心係透過咩嚟表達出嚟啊？多謝你啦，大聲啲，大聲啲，行動。咁你愛唔愛上帝啊？咁你用咩表達出嚟啊？行動。嗱呢個又講下男士啦，唔好意思。嗰時我哋男士講愛情真係我哋講下心㗎嘛，呢個心出嚟，拎唔到就呢個銀包出嚟，得唔得啊？各位太太、各位姊妹們，嗰個男朋友有一日同你拍拖，你問佢你做啲乜嘢？我哋唔好講呢啲低層次，我哋講個心㗎啦呢啲，就得啦。我哋唔好講咁低層次，你呢個心出嚟。佢拎唔到，你就話你呢個銀包出嚟，得唔得啊？心係透過行動嚟到回應，明白嗎？所以做基督徒，你唔單止咧，你用個心嚟愛上帝，你用行動嚟愛上帝。嗱，鼓勵大家，以後我哋教會咧唔係3點鐘你嘅出現，我哋而家3點鐘聚會，但係請你2點半到出現。今日我未介紹呢隊樂隊，獅子樂隊係我啲 friend 嚟嘅。今日你2點鐘就嚟練歌。我再講一次，包括職稱，唔好2點55分先翻，2點半好翻嚟，約埋啲 friend 翻嚟一齊玩下，企下肚，得唔得？買啲嘢食翻嚟溝通下，得唔得？你哋嘅聯繫好似出現咗問題，你話我好好做，我去2點半，年青人1點就翻嚟㗎啦。嗱，包括我哋成日都好，2點半我哋約埋一齊食晏，好嘛？我哋翻嚟可以傾下偈，一齊俾啲代禱下。所以咧，你嘅出現咧唔係3點鐘，係2點半，今日2個關。但唔好淨係今日，得唔得？係每一個禮拜2點半。你話愛神啊嘛，就用行動嚟表示你嘅改變，從早到開始。等等每個禮拜星期日俾上帝，你咪同上帝計啊嘛。好多我成日都基督徒啊，哇！滾水淥咗一啖精就走咯，真係㗎，未完一報告就走啦。陣間我仲係報告擺喺前面，點可以搞掂咗你哋？係咪先？真係嘅，一報告走好趕時間咩？星期日安息日，我上個禮拜講完㗎。你安息日唔係俾上帝嘅咩？不以操作為念，唔辦私事㗎嘛。你走去趕住做咩啊？買餸又冇咁早，唔係我哋5點幾都差唔多咯。星期日唔好煮飯啊，不以操作為樂，係咪先啦？有別於平時，聖經係咁講嘛，係咪啊？調轉頭嘛，唔好做你平時咁嘛。平時已經夠煮飯啦，放你假，知唔知啊？老公俾錢出街食。同輝哥一齊食，最好㗎啦，係咪先啦？我都叫太太唔好煮，我星期日唔煮㗎啦，其實星期6都開始唔煮㗎啦，到時唔好煮咁辛苦，平時放你假，唔使等我食飯，你中意食咩食咩嘢，我俾錢，係咪先？我話你都唔使等我食嘅，我要同弟兄姊妹食。你明唔明白？放低你平時做，唔好趕頭趕命。平時啲趕頭趕命嘅食飯啊，晏晝食得好急㗎，係咪啊？食飯盒嗰啲工作嗰啲人，做嘢嗰啲人。係咪讀書都係啦？好急㗎，平時係咪先啦？冇時間唞㗎啦，翻嚟教會唞啦，唔好咁急，唔好趕住走，喺度留連下。得唔得？我哋唔會打烊㗎，知唔知啊？我哋唔會趕你走㗎。嗱，當然我冇留11點啦，我都會趕你走。你明我講啲乜嘢？用你行動嚟到表示，星期係上帝嘅。如果我愛上帝，我就每個禮拜就分奉獻，分別為聖俾上帝。然後我翻嚟同弟兄姊妹一齊侍奉，2點半我約人一齊食晏。我知道㗎，呢啲時間我珍唔珍貴？珍貴，但我願意奉獻出嚟。我讓佢弟兄姊妹彼此嘅交心，彼此嘅鼓勵，挑戰佢哋，以至己小組圍內咧更加齊心，更加你翻得穩定，你先帶到朋友翻得穩定。你同意嗎？你翻得唔穩定，你點會約到人咧？俾你約到1次、第2次都唔見人，因為你都唔翻。
我哋耀光嘅弟兄姊妹，以往有咁嘅情況，但係從今日開始，請你話俾我聽，你明白聖經嘅説話，並且你將神嘅説話藏在心裏，並且透過你行動話俾我聽，你知道你明白，得嘛？明白嗎？好，最後第四啦，生命作出選擇。講咗咁大扎嘅嘢，其實約書亞呢位作者咧，就用24章14至18節嚟呈現自己嘅生命。佢話咧，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呢個生命嘅選擇其實佢知道啊。佢用一個嘅宣告啊，一個宣認，一個自白話咧，至於我同我家庭必侍奉耶和華。我特別最中意呢一部分啊，成個約書亞記，佢挑戰緊你啊！如果今日你侍奉上帝唔好，你走啊！哇，好勁㗎！有冇睇啊？嚟先你讀啊！讀得唔夠，讀多次好嘛？14至18節好嘛？24章嚟多次，清楚究竟作者講緊啲乜嘢，係好到肉好辣嘅。其實嚟到喎，大聲啲，吸深呼吸，又大聲讀出嚟，當自己一個宣言咁。第14至18節預備，等埋你啊！約書亞記1、2、3。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，大聲啲，誠心實意地侍奉他，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華。若是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樂道，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，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？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百姓回答說：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侍奉。好，停喺呢度，得唔得？呢個我覺得好清楚。佢話咧係咪亞摩利亞嘅神咧？係咪對面河邊嘅嗰個神咧？邊個神先係值得你去侍奉啊？如果今日你覺得我哋上帝唔值得你侍奉，你走。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如果今日你信咗呢位耶穌，唔值得你去跟從嘅，唔值得你將啲生命100%投注喺生命裏邊嘅，起身你走啊！真㗎，散會。差唔多就係咁嘅意思。當我預備嘅時候，其實心裏邊咧好難講得出口。覺唔覺啊？今日神挑戰緊你嘅，唔單止同緊我講，我選擇咗㗎啦。至於我同我家必侍奉耶和華。所以我女好細個，1年班嘅時候就問我點解你要返教會？我哋唔睇權人時間，我就同我個女講：你由生出我呢個家裏邊，唔容許你再問我呢個問題。今日我俾你問一次，亦都係最後一次。你一生都要返教會敬畏呢個上帝，敬拜呢個上帝。至於大個之後你返邊間，你可以選擇，你同我傾。明白？至於我同我整個家庭，必定要侍奉耶和華。從嗰一開始，嗰兩個女唔會再問我呢個問題，佢都唔夠膽再問我呢個問題。真啊！你而家冇仔女，你唔能夠規範佢哋，但係規範你自己。至於我，必定侍奉耶和華。Amen？好嘛？我哋自己心裏邊，或者我哋朗讀出嚟，好嘛？我哋宣告。如果你真係咁決定，你冇因為輝哥逼你，我係督住我喺前面，我唔講唔得。嗱，我唔睇你，我唔望你咁樣。我俾少時間大家諗一諗。如果你真係咁樣同我嘅宣告都一樣，同聖經講嘅都一樣嘅時候，請你同自己立願。如果你結咗婚，你有小朋友，你咁樣嚟宣告。至於我同埋我家，必定侍奉耶和華。如果你只係自己一個，你就話：至於我，必定要侍奉耶和華。好嘛？請你眯埋眼睛，然後你喺座位自己去説出嚟，去講出嚟，好嘛？我數3聲，1、2、3。好，大家好含蓄。完之前，我要大家一齊嚟到宣讀。好嘛？呢個係宣告嚟㗎。昔日嘅作者，我哋同佢派入佢嘅生命裏邊啊，明白？同當時約書亞同樣嘅情感啊，你嘗試感受一下。作者用咗第21章、22章、23章、24章，連續4章想強調咩啊？神對你有恩情啊！你困難嘅時候，佢帶你經過啊；你軟弱嘅時候，佢幫你啊；佢賜福俾你，佢對你咁好啊；佢養得你肥肥白白啊！你明白啊？然後跟住你嘅恩情、你嘅感情就跟住推出嚟，然後作者就用咗呢個嘅自白作為成個約書亞嘅總結，約書亞記嘅總結。至於我同
為我嘅家必定侍奉上帝。聖經講得好清楚，你敬畏主，神要賜福你千代萬代，即係話神一定會看顧你嘅，唔單止你嘅世世代代佢都照顧，正唔正啊 ？Amen。但係你得罪主，佢只係罰你3代4代㗎，神真係好好㗎，計條數係咪先啊？我哋有時研究聖經，神真係好喎，真係有趣喎。神愛你啊！你做錯嘢要承擔，你後代都為你承擔啊！所以你唔敬畏上帝，你唔敬虔啊！你唔用神嘅説話去教導你子女，你只會承受緊一啲痛苦。但係神只係罰你，甚至容許你嘅後代3、4代受罰。但係如果你敬畏上帝，神話會賜福你千代萬代，你一生就無憂。正唔正啊？正。所以敬畏上帝定係離棄上帝係你嘅選擇。你每一日都要選擇，你係咪願意跟從主，將你生命呈現俾上帝，成為一個100%嘅一個嘅基督徒。從今日起，你要立呢個願。我最後用一個故事，你要結束今日講道。生命係需要選擇，不過咧魔鬼都好叻，佢就話俾人聽，大把時間，使乜咁急？呢個故事叫3隻小鬼嘅故事，講俾大家聽啦，好嘛？有一日咧，鬼王就同3隻小鬼喺度傾下點樣滅絕呢個世界啊！咁樣第一隻小鬼就講：好簡單啫嘛！我話俾嗰啲世人聽咧，呢個世界冇神嘅。個鬼王聽到，佢話呢條橋唔得，根本嗰啲人心裏邊都冇神啦，又唔見呢個世界滅絕。睇你聽得幾多明唔明白？咁第二小鬼就講啦：不如咁講啊，我哋挑戰或者激起嗰啲世人嘅驕傲，咁嗰啲人咪會離開上帝啦。跟住個鬼王聽到之後又諗下，呢個都唔係好得。世人已經夠驕傲啦，又唔見佢哋滅絕。咁第3隻小鬼就講：我有一個橋咧，一定得。我就話俾世人聽咧，大把時間，得唔得？話俾呢個人聽，你仲有好多時間，唔使急，樣樣決定咧，慢慢嚟。鬼王聽到時候諗一諗，呢條好橋。就係因為嗰啲人相信咧，仲有大把時間，以至我有足夠時間咧毀滅呢個世界。明白呢個故事講咩啊？人根本心裏邊好多時都冇神，人根本都係驕傲，呢都唔足以人毀滅。但係人往往覺得仲有大把時間，唔好選擇愛上帝嘅時候，你喺個過程裏邊，撒旦就會將你帶走，毀滅你嘅一生。今日冇時間，每一日你作出決定，呢一刻就要作出決定。你跟從上帝與否？係咩？好嘛，我低頭嚟祈禱。好嘛，當司琴繼續彈奏嘅時候，你嚟到心裏邊去選擇。每一日，每一個時間，都係迫在眼前。你係咪願意跟從主，將你生命好似約書一樣話：至於我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。你一定要向神去禱告，求主寬恕你。過往你只係做到50% 基督徒、60% 基督徒、90% 嘅基督徒，甚至99% 基督徒，神話唔夠啊！神要係100% 基督徒，你嘅生命就要嚟到緊緊跟從主，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好，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完全，就係正我哋唔得，我哋都更加提醒自己，我哋冇辦法離開上帝1分1秒。如果唔係，撒旦就會將我哋毀滅我哋嘅一生。你一嚟主向神要禱告。將你自己交託俾主，為你做得唔好嘅地方，求主寬恕你。重新立志，我一生就嚟到跟從主。好，我低頭禱告。天父為咗每一個教友嚟到禱告。最後有時咧，佢哋信咗你之後，冇好好嚟到找住你聖經嘅説話嚟到過生活，仍然咧用緊自己嘅方式嚟到生活，亦都將你擺得好後。主，你寬恕我哋每一個。今日我哋重新立志，將我哋嘅生命呈現俾你。我哋要成為一個全然奉獻基督徒，100% 基督徒。我哋生命屬乎主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，讓我哋每一日緊緊有跟從你，能夠看重你要求我哋嘅事情，以至我哋願意花時間俾你，願意花金錢、花精力、花所有我哋能夠花嘅嘢，去求進喺主你自己嘅生命裏邊，以至我哋一個生命裏邊充滿着好多嘅恩典啊，充滿着主你好多嘅祝福啊，好似昔日以色列民一樣啊，喺神嘅保守裏邊咧，
能夠進入迦南嘅美地，享受永恆嘅福樂。主賜福我哋，又賜福我哋嘅後代，以致佢哋都敬虔愛慕你。多謝主，聽我哋同心嘅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我一齊站立好嘛？我睇大家一齊作出咗個宣告。至於我同埋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，一齊講一次嚟，1、2、3。至於我同埋我家必侍奉耶和華，嚟多次。至於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。呢度咧，你哋冇加好似細聲咗啲喎，係咪先啦？我哋加可能大聲都彈咗出嚟嘅。嚟多次嚟，1、2、3。好，咪低頭領受祝福，願上主賜福你哋，保護你哋，用臉光光照你哋，與你哋同在，俾你哋平安，俾你哋喜樂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。Amen。俾最大嘅掌聲我哋主好嘛？俾最大嘅掌聲我哋主好嘛？你見我哋一齊唱大班好嘛？第一首好嘛？我哋一齊嚟到用呢個詩歌結束我哋今日嘅崇拜，好冇？